创世纪第44章，约瑟设计留便雅悯。约瑟交代管家讲，你着照因带回去的分量，将粮食甲因逐个人的布袋入互田，佮将逐个人的银落伫因的布袋口，将我银的酒杯下伫迄个上少年的布袋口，伊卖5国的银嘛煞下落去。管家就照约瑟的吩咐去做。天一个光，迄个人送约瑟的兄弟甲因的女仔离开。因出城行无偌远，约瑟甲管家讲，赶紧去追入遐个人，入着就甲因讲，恁是安怎用歹报好？恁哪会偷摕阮主人的银杯？这是伊啉酒用的杯仔，嘛是卜卦得用的。恁安尼做真毋对。管家入着因，将这个话甲因讲，因应讲，先生，你哪会安尼讲？你的仆人绝对袂做即款代志。阮以前伫布袋口看到的银，都对迦南地带来行令。阮哪会对恁主人的家偷摕金银？你的仆人中间，无论什么人互你抢着，就互伊死。阮嘛要做你的奴隶。管家讲，好，照恁的话做。伫什么人遐抢着，迄个人就做我的奴隶，其他的人无做。因赶紧将布袋搬落来涂骹，逐个人将因的布袋偷开。管家就对大的开始敲到细的。迄个银杯竟然伫便雅悯的布袋内抢着。看到安尼，因就拆里衫，将物件互女宰，倒去城内。犹大甲伊的兄弟到约瑟的厝，约瑟枵伫遐，因就趴落涂骹拜伊。约瑟甲因讲，恁哪会做即款代志？恁敢毋知我即款人会晓卜卦？犹大讲，阮犹会当对我的主讲什么？阮无话通讲，嘛无通辩解。上帝已经查出你的仆人的罪过，阮甲迄个互你抢着银杯的，拢要做你的奴隶。约瑟讲，我绝对袂安尼做。伫什么人遐抢着银杯，迄个人就着做我的奴隶。恁其他的人拢通平安返去恁老爸遐。犹大替便雅悯求情。犹大行正前对约瑟讲，我的主，请温存你的仆人讲一句话，毋通受气。你甲埃及王边有官兵。我的主，你捌问阮讲，恁有老爸有兄弟无？阮应讲，阮有老爸已经年老，阁有伊年老才生的煞尾囝。伊的亲生兄哥已经死，因老母干焦放伊一个，佮因老爸上疼伊。你甲你的仆人讲，带伊来我遮，互我亲目看到伊。阮甲我的主讲，囡仔袂当离开伊的老爸，若离开伊的老爸会死。你甲你的仆人讲，恁的煞尾小弟若无甲恁做伙落来，恁就免想要见我。阮倒去你的仆人，阮老爸遐，就将你的话甲伊讲。阮老爸讲，恁搁去甲咱买一寡米粮。阮就讲，阮袂当落去。你若互阮煞尾小弟做伙去，阮就落去。因为煞尾小弟若无甲阮去，阮就袂当见迄个人。你的仆人，阮的老爸甲阮讲，恁知我的某甲我生2个囝，一个离开我，伊一定互野兽拆喙啦。到呾我还毋捌阁看到伊，呾恁阁将即个带去离开我。若伊拄着灾害，就是恁害我白头毛凄惨落阴间。阮老爸的性命甲即个囡仔的性命隔3年。
但阮倒去你的仆人阮老爸遐，若即个囡仔无甲阮做伙，阮老爸看无伊，阮老爸一定会死。安尼就是阮互你的仆人阮老爸白头毛凄惨落阴间。你的仆人有对我的老爸保即个囡仔，讲：我若无带伊倒来交互你，我愿一生担即个罪。但求你允准你的仆人留地，替即个囡仔做你的奴隶，互伊甲伊的兄哥做伙转去。伊若无甲我做伙转去，我哪敢去见阮老爸？我不忍心看到阮老爸拄着即款灾祸。